安平老街是台湾第1街哦。台南各地有侪侪好耍的观光景点，中角宽屏三观王相注册，透过机上 App 开发新软体，把单调的镜头画面变做360度环境效果，推出实景影片，唔免出门，就当顺便台南。老人家们可以用我们的科技来体验，用遥控器就可以上下左右简单的操作看影片，那你就可以看到360度环景的影片。那我们的影片呢，后面会多达到20支。这刚拄好伫5条港里进行媒体素养课程，中备除了人脉假消息、甲投资金融诈骗案件，提高防诈意识，也可以当体验上新的360实境，简单持遥控就当操作，加上也阁有设计按赞留言的功能，会当看电视互动，不止新奇，也阁增加真趣味。360度那种感觉哈，就是可以看桥，看个局部，看什么？平常我们看电视都只能看某个画面而已。可以去看到一些去玩的地点哦，还有一些那个美景都可以去做，好像实体的验证这样。中北是大伫厝里，但是拢较单调啦，看电视的时间嘛真济啊，所以讲有新的物件、新的一个体验，也是一个真的不错的感觉。目前推出5支影片，包括安平、四股文创园区、高山头水库等等，预计总共会有20支实景旅游影片。该专案嘛申请台南市经发局113年度地方产业创新研发计划，希望成为协助台南变文化观光的利器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